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代降节第一个星期四，12月4日。今天的主题是生命树。我们预备来聆听树上的叶子，乃为医治万民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启示录22章1到5节。天使又指示我，在城内街道当中，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。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。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、日光，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以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今天的这段经文中，什么让你感到好奇或惊讶？这段来自圣经结尾的经文，牢附深意，充满对其他经文的呼应。正如威尔科克所指出的，对圣经其他部分的回忆层出不穷。以西结关于河流的意象，在第47章出现在这里。他看见一条河从圣殿流出，滋养的树木结出果实，并有叶子能医治疾病。启示录诠释并扩展这一意象，树叶是为医治万国，指的是复数，不止一个国家。创世纪的创造记载也出现在这里。河流从伊甸园流出，河中央长着生命树，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再提到生命树。圣经的开头和结尾讲到生命树，并分别讲述上帝创造和重新创造万物。生命树对于重新创造万物至关重要，它是一棵象征性的树，而非实际存在。创世纪和启示录都没有解释它的象征意义。在启示录中，
这树得到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河水浇灌。这条河就是以西结书中那条给万物带来生命的河。从万物的受造到从受创造，生命似乎是一个关键主题，它也是耶稣传道和教导的关键主题。它是生命，在约翰福音14章6节，他来是要赐丰盛的生命，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这生命是赐给万民的。我们的解释或许不同，但是都应当指向耶稣是生命的主。最后，我们都会真正地敬拜上帝，与上帝面对面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他的名永远写在我们的额头上，清楚表明我们属于谁。河两边有生命树，表示这树是一棵象征性的树，而非实际存在。这个象征对你暗示什么？你现在该如何生活？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你的旨意是医治万民，而不仅仅是我的国家。求你帮助我满怀期待地迎接新的创造，接纳我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无论他们是谁，或是做什么的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怀着万物将重新受创造的盼望，出去生活。